今仔日是新正初二，袂少人要转后头，或者是去佚佗。赛车出门会感觉塞车无好行，国道5号塞到时速无到20公里。高公局预告明仔载初三，各地头上北落南拢会塞车，建议民众要爱斟酌出门的时间甲路线。若天气的部分，受到寒流影响，今仔日日暗会愈寒。明仔载毋但北部、东北部一寡食方面会落雨，温度上低落到-7度，关山也有可能落雪。初二透早，台北已经有不少民众穿长袄啊，甲初一好天气无同。初二早起有较凉，云也较高，因为风冰灯影响台湾，寒流也就要来。气象局表示，初二暗会愈来愈寒，初三的温度也会继续降。初二到初四，北部、东半部也会落雨。另外，北部、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高山，中部、东部3000公尺以上高山有机会落雪。最低温会出现在初三的晚上到初四的清晨这段时间，北部、东北部的低温大概在7到8度左右，中南部的低温大概8到10度左右，花东的低温大概10到11度之间。整个近山区的平地和沿海工业地区的平地会低到2度左右。为高速公路局的网站看到，初二公路上北基南到头城出现橘仔色的信号，也就是速度已经伫20公里以下，估计会塞到半暝。高公局也估计，初三北部、中部、路南的车流伫中昼进前较济，就北车流为早起也会开始出现，会一直延续到半暝。公路上北是只会为早时9点塞到初四半暝3点。首先是西部国道部分，南向的话建议在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。而北向的话，南部地区建议在早上9点前，中部地区则建议在中午12点前出发。而国五的部分，南向则建议在早上5点前、下午5点后出发。而北向的话，则建议在早上9点前出发。高公局也建议民众使用快速道路等替代路线，避免塞车。另外，初三天气变冷，高公局也建议出发进前较认电盘、水温、车辆等车辆的状况，确保行车的安全。记者郭美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